日月高千丈，可恨无知放边疆。当年何人居丧尽，因情而生，灭金榜。元帅
是不怕死，以你便怎样？下次未来迎接的刘老爷才是真理。还要不迎接于你？你迎接一程，又待何方呀？好，大爷不理哟！牛将军，大王旨，就为了为了啊！我知牛将军驾到万很远，应当面是罪。且看刘考来登王，浪之海岸。岂敢！牛将军为何这样打扮？俺今前来奉了皇王圣旨，元帅将令前来下旨，一不交锋，二不打仗。故而问，我就是这样问走啊。是系金发有何事？是。好，事情在此，浪之请看。在古车是一关。刘将军回复你家元帅是故，修饰不及，朝时行事。3日后，牛头山天会战，元氏大也会。哦，修饰不及，照实行事。
要请张县听令，命你二人一为左右一王国也听令，命你为多吃多酒饮，又好听令。命你为四路总先锋，余下之下随意调遣军务王的陈全良安排。高王爷因何处理？我元帅
报效，休走抗枪。